我哋嘅優點係即係唔會靠人哋啦，我哋都係靠自己一雙手去打拼啦。呢樣嘢我覺得係應該為自己香港人感到自豪咯。真係未到最後一刻都唔需要話去揾人哋幫手，可以自己解決咗先咯。咁樣都係作為一個成年人對自己嘅應有態度。雪糕可以話喺西方係一個非常之傳統嘅行業。阿俊一個人嚟到英國，開始咗佢雪糕事業嘅品牌。佢點樣可以喺一個咁競爭激烈嘅行業之中揾到自己嘅出路呢？今日我哋一齊喺四方城上見地上事。大家好，我係阿俊。我嚟咗英國大概4年幾多啲啦。咁我嚟咗英國之後咧，就好認真咁樣去做雪糕嘅。希望可以透過2025年呢一年去，即係令多啲香港人去認識我嘅雪糕品牌。最中意嘅雪糕口味，我中意lemon curd 啦，即係檸檬嘅味道啦，或者係 pistachio 開心果。呢兩個會係我最中意嘅。如果我推介嘅話，夏天咁講嘅話，我會推介一啲生果味咯，因為比較清新啲。嗰個脂肪率都會比較低啲，食落去會比較舒服咯。本身我同其中一個贊助嘅人係認識嘅，咁佢係 Eric 啦，咁 Eric 就即係介紹我嚟呢一個麻雀大賽嗰度，咁啊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平台度，可以即係俾大家認識下我嘅雪糕。本身嚟英國之前咧，咁我喺南美洲都逗留過1年嘅，係啦。咁喺南美洲嘅時候，因為有個同事就即係曾經去講話想去開展一個雪糕嘅生意啦。咁但係佢就最尾都冇做到，就啟發咗我咁樣。咁我最尾就返到香港之後，繼續去研究呢個雪糕啦。咁最尾就好認真咁樣喺英國嗰度實行咗咯。資金當然係會好大嘅困難啦。咁啊，其實我而家都會有一份正職去支持我呢一個副業啦。咁亦都因為資金嘅困難，我都係揀咗去做批發呢一個路線咯。因為可以省卻咗好多起步嘅資金啦，例如裝修啦、人力嘅成本啦，呢啲都可以省卻咗先咯。咁亦都因為自己性格嘅關係啦，我覺得行批發路線都會更加比較適合我自己咯。呢一個行業你要同好多西方人去競爭啦，因為呢個係傳統嘅西方行業啦。但係我覺得香港人有個優勝嘅地方就係我哋喺香港長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飲食文化嘅衝擊啦。只要我哋可以啟發到我哋創意嘅話咧，我覺得放落去雪糕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優勢咧，可以係同到本地人去競爭咯。本地人嚟講嘅話，首先就係食得比較偏甜啲添啦。第二就係佢哋食嘅口味會比較限制啲咯，會比較係限制於傳統嘅，例如開心果啦、榛子啦、士多啤梨等等嘅口味。但係如果你話係我自己研發嘅口味嘅話咧，就會係基本唔受任何地域嘅限制咯。就亞洲嘅又會做啦，歐洲地方嘅做啦，甚至可能有啲拉丁美洲嘅我都會做咯。例如酒精類嘅智利紅酒，我都係啱啱先研發咗。而家喺英國咧，越嚟越多外來嘅移民啦，我覺得佢哋對於外來嘅飲食文化咧，都係提起咗興趣嘅。相比起早20-30年前咧，我覺得佢哋對而家嘅飲食文化係開放咗好多。如果你去倫敦嘅市中心咧，其實你會見到越嚟越多嘅亞洲超市啦，或者亞洲嘅餐廳啦。我相信對於英國生活嘅人嚟講咧，佢哋對於唔同嘅口味，我覺得佢哋都會認識多咗咧，自然個開放度都會多啲咯。開心事就係由2023年講起啦。嗰年係我第一年去參加一個英國嘅食物比賽，叫 Great Taste 啦。咁係一個都成立咗大概30年嘅一個國際嘅食物機構啦。咁就可以唔同地方嘅人都可以寄一啲食物樣本俾佢哋去即係評判咁樣啦。咁我寄咗大概5隻作品過去，咁嗰5隻作品都攞咗獎咁樣，咁我都好開心啦。之後落嚟嗰2年，2024年我都有繼續去進行咁樣咯，咁啊都有攞咗唔少獎項，咁啊令到我自己信心提升咗咁樣，可以令到呢個生意繼續咁樣運作落去咯。
未來嘅計劃咧，例如講2025年先啦。今年嘅目標主要都係想買一部貨車啦，因為始終如果你做批發嘅話咧，你想將產品運去唔同嘅地方售賣咧，你都要有一個貨車先可以做得到。咁我今年就即係要買一個貨車，然後就可以成到事咯。即係會個目標主要係將啲雪糕寄賣喺人哋嘅零售鋪頭啦，或者可能有啲西餐廳可能放喺佢哋嗰個甜品嘅 menu 嗰度啦。或者可能係喺啲人哋嘅婚宴啊、唔同嘅派對啊，你都可以放喺嗰啲地方嗰度賣咁樣咯。開展咗呢盤雪糕生意咧，會令到自己個心理質素加強咗好多啦。點解咁樣講咧？因為任何嘅問題都係自己解決㗎嘛。咁冇任何嘅人可以幫你嘅手嘅時候，你會即係令到自己嗰個承受壓力嘅程度係大咗好多好多咯。有陣時其實即係出生喺香港、成長喺香港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香港各方面都會令到好多香港人都會係即係會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咯，即係令到所有嘢都好似理所當然咁樣。但係嚟到英國呢度地大物博，好多嘢要真係自己解決嘅時候咧，真係會令到自己成長咗好多咯。呢樣嘢唔一定係應用喺商業上面嘅，我覺得應用喺任何嘅生活上面都係要有呢一種心理質素咯。係啦，咁啊人在異鄉啊更加難度高啲啦，因為唔係自己出生地，語言上面都會係有少少嘅困難。咁如果有呢一種心理質素嘅話咧，我相信成件移民嘅嗰個path 都會更加係易咯。我會覺得你喺英國咧，其實你只要真係好肯去捱嘅話，我相信你點樣都可以揾到嘢做咯。我本身自己話背景都唔話特別有優勝啦嘅地方啦。咁你其實只要去揾工，我覺得你 cover 到自己嘅開支，慳啲去咁樣用，其實你可以將嗰筆開支放落自己嘅副業度發展咯。即係如果你有嘅話，咁我會最希望香港人就係唔好放棄咯，因為我見到有少部分香港人都回流咗。我覺得其實你只要捱過呢幾年，你入咗籍之後，我覺得就應該成件事係簡單好多咯。喺阿俊嘅分享，我學習得到，雖然困難表面係一啲嘅苦楚，但係只要我哋刻苦努力去用自己雙手去打拼咧，總會有得着同埋成長嘅，最終就會感受得到人生嘅甜美，更加感受得到佢嘅雪糕嘅甜美。咁我哋一齊嚟支持一下阿俊嘅雪糕啦！我哋下集再見。